没想到魔教之人都可以混进城主府了。我正想找你呢，你为什么要杀野狗？你应该问问他都做了些什么。你能不能管好你的手下？几次三番的没事找事儿。嘿，要不是野狗把你背回来，你死了都不知道几百回了。恩将仇报，谁让你进城主府？别吵了。我送二位出去，先生请。张小凡，师姐，回去以后，叔叔会跟你解释的。小环，走。这边请。怎么样，找谁来试啊？按鬼先生说的做，他怀疑小环中了蛊。小环不行，他大病初愈的，你拉他来试一下，万一又出了问题怎么办啊？他刚刚服过牙燕草，现在蛊虫的力量是最弱的时候，应该会撑得住的。你去吧。不是，凭什么是我去啊？去吧去吧，别啰嗦了。那，去吧。去吧。想不到，除了青云之外，世间的事竟会如此复杂。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只是，我还在想另外一件事。什么呀？掌门真人接到萧师兄带来的消息，魔教齐聚空桑山。据我师父说，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，是为了寻找一个叫万福古窟的地方。所以你们才要去空桑山打探。可是，我们在空桑山并没有查到什么。魔教几派齐聚于都，毒神在空桑山中炼毒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猜，这跟碧瑶所说的兽神之血有关。严烈在城中潜伏了5年，说不定这个计划从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毒神先派他来做内应，再逐渐用这些蛊来控制于都的百姓。他们的计划不只是为了得到于都吧？碧瑶为什么来这儿？金瓶儿呢？甚至阿相的师门，还有李寻。难道严烈的最终目的就是万福古窟？你快一点！你放开我！快点！我不是，很快就好了。我没有中蛊。哎，你放开我！走走走，你没有中蛊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们快点过来呀！过来帮忙！疼死我了！你们看到了吧？啊，我是没办法了。你是他的小凡哥哥，你去吧。去啊！行，我去。快帮我藏起来！全城都在搜查，说这个宝物丢了。要我拿的是你，这送回来的也是你，你真是把我们害惨了。这是我们天音阁的宝物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呢。你帮帮我啊！喂，快出来！小凡哄小环过来了。小凡哥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带你去见爷爷。我不去。小环，你要去帮我解释清楚啊！我不去。不要再闹了，快走！我不去。小环，别闹了！我不去。小环，我不去！救命啊！张小凡，你干什么？
小凡，你接替我一下，啊！雪琪，我们只是让小环做个实验。你们居然相信魔教妖人说的话！让开！啊、雪琪，他们也中蛊了。 阿强，你照顾他们。好。你们说吧，我受得住。你和陆师姐，还有小环身上的蛊毒，已经被逼出来了。不过，蛊母却在你外公的身上。你们可都是青云弟子，究竟这个蛊毒是怎么样才能进入到你们的身体里呢？我们中了蛊，都尚不自知。偌大的鱼都城，外公，究竟还有多少人中了蛊？外公，我要找我外公。外公，别去，严烈在他身边，别弄巧成拙。成什么拙？他是我外公，我眼睁睁看着他中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你没有亲人，你怎么会懂？叔叔，没错，我的亲人师都不在了，所以我才会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。 对不起，小凡，对不起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既然鬼先生知道蛊母的事情，我们就一定会把他引出来。先不要惊动严烈。